马太安溪房山湖也继续咧减少，中央表示，因为最近较无落雨，这流出来水量嘛正稳定，所以目前是袂有放弃风险。不过咧，因为也是有土石甲烂土则伫咧遐，这刷落来都是爱监控水位的变化，防止佫造成崩塌的状况。大流量的水继续为房山湖溢流出来，猎犬队10月初到房山湖勘查。 最后启动时间判1.6号，向下面切80公尺，即马是切搁较济啊。这个入口已经下切100公尺有余了然后周边是这个原本原先淹没区的树木都发生了枯死的现象。马太安溪房山湖崩旱超过半个月，中央每日继续监控11早起确诊溢流量稳定中。每天涉湖的流量仍然维持50到100万吨的流量是正常的。 农村水保需要透过多时期卫星影像比对，会当看到，今年3月底房山湖还未形成河道真通，拄啊看到崩旱现象。到8月中，房山湖初期脱水，随时间面积扩大。到9月底崩旱了后，坝体渐渐冲洗，刷落来爱密切监控水量对堆积土砂影响。现况来讲，因为这几天都比较没有下雨的，看起来目前坝体或者是相关的周边的崩塌地还是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况。北卫空中监测也希望会当实际掌握湖底的资讯，并伫空勤总队甲特殊教官协助之下，上台研究团队搁一摆想要重新控水位计，希望会当精准监测房山湖的水位消长，初步看到湖深上深大约20公尺。 那目前我们所探测到的结果发现，堰塞湖的水深分布大致介于20公尺是最深的水深，所以实际的蓄水量可能比目前以前期地形推估的水量来低得多。上台防灾研究中心预告，目前湖区有大量的污迹，增设水位计，若出现剧烈冲洗造成湖面水位变动，会当第一时间降压，即是预警。日本即摆也提供会当导航的导入式水位观测图表，协助咱监测。预定10月16日，阮来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